现实听讲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7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7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3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13节，就是解说甲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即嘛应该呢来说来解说一遍，一遍就是思闻之曰，此机微明心得。若依之义行，是家下薄，因是一机。曰：非灵不机量，不断必思想。对境心所起，菩提作无长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于五论禅师的记啦，有一番的批评。当其时呢，提出伊自己的记起来做一个比较。因为五论禅师呢，伊讲伊有功夫，有啥物功夫呢？会当好将种种的思想甲伊断除掉的功夫。因为将种种的思想断掉，所以对境心不起。在对境心不起这个所在呢，菩提日日成长。但慧能大师呢，听了这个话了呢，就安尼讲，讲此机微明心得。讲这句机呢，也未明了心得。心得就是心啦。但是，你遮所讲这个心呢，就是个自然众生本具的佛性，就是真心。因为真心佛性，这是一切诸法的本体，就是一切诸法之所依。敢若像讲咱这个涂骹啦、人啦、所有动物啦、所有物件，拢依着这个涂骹。依靠着这个涂骹伫咧生存共款，所以心呢，甲伊叫做讲做地啦。总共就是讲五论禅师的记也未得到明心见性。讲若是依着安尼来去行呢，是家下薄。照伊记来去行呢，只有增加下薄。下薄就是束缚的意思，因为在五论禅师呢，也阁有思想可以断。当其时呢，对境心袂使来回生起，在这个所在使伊的菩提道成长。五论禅师这个记呢，就参像新秀大师的记共款。新秀大师就是讲，心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色，勿使惹尘埃。那新秀大师的记，就是在修行中的记，也即位五论禅师的记呢，也是共款在修行中的记。不过在修行中的记，断了必思想了，就对境心不起。但是这个对境心不起，是毋是变成像迄款的插头像迄款的火夫，伊茶已经烧了，已经变成火夫了呢？假如若是安尼那变成无情之物啦。所以我过去呢也捌因金刚科义内底所讲的话，就是讲物为无心因是道，无心又极一中观。毋通以为讲无心就是道啦，
无心还佫再计着一定的管伫咧。伫遮所讲的断笔思想，对境心不起呢，这就变成一种无心。但是假如讲，若是在这个无心的这个所在停掉咧，无佫再进一步来启发着智慧的妙用啊，安尼变成啦，就落在迄个无为境，就变成啊，跋来深坑内底，跋入去深坑内底呢，就变成啊万劫，无法度来回心啊，万劫呢，无法度来还心共款啦。这呢，就是啊生死轮回啊束缚的根本。所以慧能大师就讲啊，这毋对。因此呢，伊就开始一首偈。开始这首偈就安尼讲啦，讲慧能没伎俩，不断笔思想，对境心所起，菩提总无中。慧能没伎俩，就是讲我慧能呢是无伎俩，无这个伎俩。伎俩就是本事啦，或者是讲功夫的意思。依照五伦禅师讲起来，就是讲我呢有修行的方法，会当好将种种的思念妄想啊，解断掉。也对外境一点仔囝都袂生起妄心，在这个所在啊，思菩提道，日成长。毋过慧能大师就是讲，我伫咧修行啊，并无有另外用什么款的方法功夫来去修。一句话讲呢，也无需要啊，用种种的方法来去修。伫遮所讲的无伎俩，应该就是一种的无作妙用。虽然我无另外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去修行，日啦，对外面的境界，也心呢，速速升起。但是呢，菩提啊，要如何来去成长呢？这呢，就是甲这个五伦禅师的偈呢有对态所在。五伦禅师头一句就是讲五伦有伎俩，慧能大师讲慧能没伎俩。一个就是讲我有修行的功夫，一个讲无修行的功夫。但事实上，就是讲无功夫的呢，这正是功夫。这款的功夫是什么功夫啊？乃是种的无作妙用的功夫。安怎号做无作妙用啦？这个无作妙用，就是讲虽然是无起心作意，但是呢，自自然然会发生迄个作用。对于有作意甲无作意啊，这是咱修行的功夫非常重要的所在。所以我在这个所在呢，也搁再提出来披露。因为对于这个无作妙用的意思，在前面我已经常常有提出来伫披露，伫遮呢无妨搁提出来披露一遍。咱无论学倒一项的倒一种的功夫啊，在初头伫学的是一定呢，就是有作意。就是讲你学这个功夫的时阵，你必须呢爱真正认真去学。也开始咧做的时候，你真正注心、精神集中啊，爱认真去做，那这就是有作意啦。不过你做较久了呢，你根本就免去用心。虽然毋免用心呢，你自自然然有法度好做。所以我过去呢，也常常摕迄个总铺师傅伫咧煮菜做譬如。但是初初伫咧学总铺伫咧煮菜人啊。要切菜时，心爱真注心。毋通讲你菜刀来，你菜毋切，镜头煞甲切，甲切落，安尼就袂使哩咯。
所以切菜时嘛真注心啦。你伫煮菜时阵，你啥物菜要下偌济油啦、盐啦，才会加味料要下偌济啦，一定爱真注心。要安怎样煮，甲啥物款的程度，才算讲合作好了，拢爱有注心伫迄个所在。那这就是等于在五伦法师所讲的有伎俩，就是讲伊呢有迄个本事有迄个本事呢，当然菜甲煮会好。但是这个总铺师傅若是已经变成老师傅迄个时阵伊一方面伫咧切菜，一方面伫甲人讲话，一方面呢目睭咧看别位，目睭看别位，紧甲人讲，伊手嘛是伫咧切啦，手紧叮当切甲好势好势，所以伊迄个心嘛，毋免注意讲我伫咧切菜啦，毋免有迄个心伫遐。即马菜切切好呢，即马要煮咯。菜甲煸落去，炒咧，油下落去，搁才会加味料甲下落去。伊即马菜煸落，比如讲偌济人食，要煸偌济拄啊好。油下偌济也拄啊好，盐、味素粉拢拄啊好。虽然毋免伫咧想讲，当我拄爱煸偌济才对啊，拄爱下偌济才对啊，毋免。但是自然呢，拢拄啊好。炒咧，搭久呢，该卡起来，也免讲当菜毋知熟啊袂。毋知伤过烂袂，或者是无够熟袂，拢毋免去想遐代志，自然炒就甲卡起来，就可以食咯。伊呢毋免心定伫咧分心，但是呢自然对当好煮甲好势好势，这就是爱人做甲足熟手才法度。你若初新的总铺师，这是无办法，必须去老师傅才法度。咱咧讲起来呢，一个必须都爱注心伫咧做迄个师傅，甲一个讲毋免注心做会好迄个师傅，安尼就是毋免用心做会好迄个师傅功夫真是真功夫。所以用这个意思来甲伊比喻无伎俩呢，真是真本事，这是一种无足妙用。一边讲不断必思想，在前面这个五伦讲零断必思想，讲我呢会当将种种的思想给断掉。但慧能大师讲我呢不断必思想，为啥不断必思想呢？本来都无思想，那既然都无思想，何必去断呢？就是讲伊本来都无这杂事妄想的，那既然无这个杂事妄想，何必断呢？你有迄个杂事妄想，才有需要断无迄个杂事妄想根本就无需要断。才叫做不断必思想。一边讲对境心所起，在前面五伦就是讲对境心不起。即摆慧能大师却是讲对境呢心所起。这个对境心所起，就是讲对着外面的境界心呢，常常来起作用。不过前面迄个对境心不起，甲遮个对境心所起所谓起呢不同在前面所讲的对境心不起，就是迄个妄念不起。即摆伫遮所讲的心所起呢，这乃是一种的智慧的妙用就是讲有智慧照料之用。所以对着外面的环境呢，心会当速速升起。在《顿悟入道要闻论》有安尼讲，讲经典伫咧讲啦，讲将无自本来入一切法，又搁再讲。亲像迄个真正光的镜，也在迄个镜内底虽然无啥物款的相伫迄个所在，毋过呢，你无论啥物款的相，你若甲摕镜面头前就会显出迄个相来。那为啥物呢？这就是因为迄个镜真光所以外面有啥物款的相，伊会去照着、去影着，就会走出来。咱伫咧修行的人呢？因为是心无染污，
种种的妄念不生，人我的分别心无啦，毕竟清净。因为清净啊，所以才会当后来生出了无量的知见。所以在这个所讲的对境心所起呢，这应该就是指迄个无量的知见。这个无量的知见者，就是在指分别的作用。因为咱的智慧啊，有分为根本智，也分为后得智，分为无分别智甲差别智。我伫遮所讲就是差别智用。假如讲确确实实，咱的心完全无分别，迄个所在就是对。呀，那我问你咧，你心都拢无分别，众生好歹你嘛毋知，众生伫咧受苦，或者是伫咧享受快乐，你嘛毋知。安尼就敢若像插头共款，你是要去度众生啊？所以妄念不起了后啊，正就是会当发生迄个智慧妙用。这个智慧妙用会当来照了一切。那也正就是讲，由意识转为智慧，修行呢转是成智。识的作用，这是一种分别的作用，一种执着的作用。智慧作用呢，就是无分别的作用。智慧作用就是讲无执着作用。只是安尼差别而已。所以，伫遮所讲这个对境心所起呢，这正就是在指讲，慧能大师呢已经教到迄个无作妙用的境地，本来都无杂事妄想，当然呢无需要去断。在无杂事妄想迄个所在，伊的智慧会当发生作用，所以呢对境就心所起，菩提作无中。讲这个菩提要如何来去甲证中啊？伊的意思就是讲，菩提这本来是无的物件咧。那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讲菩提本无事，明镜亦非台。菩提这是智慧，智慧呢，这毋是咱世间的物质。菩提你若甲当作讲像一丛树仔呢？树仔子甲压落去，就会发芽开根，一直大长。你甲伊抠草啦、压肥啦、压水啦，哇！这丛树仔直直大长，毋才讲做成长啦。但这个菩提，这是智慧，这是一种无形无相的物件。那既然是无形无相的物件，哪里有讲做成长啊？所以才讲做菩提作无中。对于这个菩提作无中，再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讲这个菩提本来就是具足的物件。菩提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就是甲咱的真心的本体，这是合二为一合二为一。咱的真心本体偌大，伊这个菩提智慧量就偌大，本来就是遐大的物件。毋是讲本来一撮仔囝尔，你才直直修行，菩提才直直大起。我即个讲就是讲，参像佛的智慧咱众生本来就是具足。毋是讲咱的智慧一撮仔囝，才慢慢修行，才慢慢坐，慢慢大，毋是这个意思。只会使你讲，咱的智慧本来是具足，确实因为有迄个烦恼无明砍掉了，所以智慧袂当显现伊的作用而已。虽然是袂当显现的作用，但是咱的智慧本来就是遐尼大。这摕一个譬如，就像讲，好天的时阵，甲歹天的时阵，黑暗天啦，云真正济天啦，在天顶迄个太阳光变较大粒。只是讲，若好天的时阵无云压掉咧，所以迄个太阳光呢，看起来哇，足大粒足光的，迄个大地照落甲地拢光影影。若是有这个乌云压炸掉咧太阳光看袂到。或者是讲，迄个云若小可拨开，太阳光直接来照出来。
但是呢，因为抑阁真侪分裂咧，所以这个太阳光的光呢，一走一束出来呢。今仔日太阳较无光啊，毋是较无光，只是去迄个云甲压掉咧，在面顶迄个太阳光呢，变较大，所以咱若是坐飞机呢，撞过迄个云顶去了，哇，面顶呢，那是真光，那是真好天。云大落下面啊，就变成黑暗天啦，或者是讲落雨。咱菩提道甲一共款，只是咱众生互无明烦恼砍掉咧，菩提觉智啊，袂当显现其意，并毋是讲即个菩提觉智呢有大有小，也有咱众生小小的智慧啊，慢慢呢增加了大智慧，毋是这个意思。因此呢，六祖慧能大师讲，这个菩提是变怎样静重啊？菩提讲起来是无形无相的物件。那无形无相物件都也无增加，也无减少。而且这个菩提这个物件是本来具足，本来呢就是广大无碍，哪里有静重不静重呢？六祖慧能大师完全是徛在伊已经明心见性的立场来讲这个道理。对于这个道理啊，莲池大师呢有几句话啊，伫咧甲咱境界。这那是真重要，所以我在这所在呢提出来啊，互咱各位做参考。讲有人上到六祖大师的记，讲慧能无伎俩，不断必思想，对境心所起，菩提作无中。也伊就洋洋得意啦，以为讲伊已经啊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迄个功夫啊，所以呢就放纵伊的身心一切无碍。这对毋对？这当然完全是错误。慧能大师所以叫做不断必思想，对境心所起，乃是因为伊已经啊无有思想，也就是讲已经转是成智啦，无这妄念的分别，毋免去断这个必思想啦。伊这个对境心所起，乃是智慧无足妙用啊。这甲咱一般众生靠共款啊，咱众生哇，只敢妄想纷飞。你无将这梦想给断掉，哪会杀你？你无将这梦想心给制止，哪会杀人呢？当然是不可以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来讲，讲有人洋洋得意啦，以为讲伊已经啊一切无碍啦。那么其中有一个技术就该学帖就来讲，讲慧能大师这个技啊，乃是要来对治五伦。令断必思想的病，你无迄个病，你呢要来甲食迄个药，安尼这个药呢反变成病。所以这款的譬如呢，可以讲是这款的讲法可以讲是真正对的。莲池大师观来讲啦，讲慧能大师的不断必思想。这就是啥？就是敢若像一个光的迄个镜，无去断掉这万象，就是讲迄个镜真光，镜真光呢，所以无论啥物款的相来啊，内底都迄个影伫咧。你现主世人讲做不断必思想，那你这呢完全啦，就是妄想纷飞。当然是这个慧能大师，所以叫做讲做对境心所起，乃是这个空果啊，也拄着伫咧甲伊大声叫，引迄个声出来共款。咱现主世人，若是对境心所起啊，就等于讲迄个茶已经熬去啊，但是呢，拄着迄个火啊，又搁再倒燃起来共款。那意思就是讲，慧能大师的对境心所起，这乃是一种的随境，去迄个智慧妙用。咱现主时呢，对境心所起啊，完全就是妄念分别的作用，完全不同。因为莲池大师安尼伫咧甲咱境界咱，所以咱必须了解慧能大师这个技虽然是真好，无毋对。不过，咱若是无搞这个功夫呢，咱就毋通啊。以为讲，我甲慧能大师共款，你看我呢只敢使这个思想
也不断升起，安尼我就可以啦。哪有菩提正等不正等呢？也哪咧变成就是一种的执理慧事。所以咱若是袂当参悟慧能大师这个境界，咱是老老实实好好来去修行，将咱的妄心去掉，好好来启发咱的智慧光明，也使咱的智慧光明会当发生妙用。安尼呢，才袂去误解了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其的意思。注意听先听讲，咱今日我先讲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